小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嚟到晚安啊，小耳朵。今晚我哋一齊走進帳幕入面，喺星空下聽一個晚安故事。準備好就開始啦！停一停，聽一聽，望一望。叮叮叮，課堂剛剛結束，小息嘅鐘聲響起咗啦。森林學校裏面嘅小動物們即刻興奮咁跑到操場玩耍。有啲小動物玩跳繩，有啲打籃球，仲有一啲小動物坐喺操場旁邊嘅草地上面傾偈。小松鼠豆豆一聽到鐘聲，就好似一支箭咁衝咗出去。佢一邊跑一邊跳，快到好似風咁樣。哎呀！正準備企起身嘅小刺蝟小雲，差啲俾豆豆撞到。啊！我啲書啊！正喺度收拾書本嘅小烏龜阿曼，都被豆豆撞到筆盒同埋書本散落一地。但係心急嘅豆豆只顧向前衝，頭也不回，完全冇發現自己撞到人哋。嚟到操場旁邊嘅草地，小狗妍妍正蹲在地上，細心欣賞一朵黃色嘅小野花。哇！呢朵小花越長越高啦！妍妍輕輕聲咁同小花講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啾！豆豆一下子衝咗過去，小野花即刻被踩扁咗啦。妍妍呆咗一下，低頭望住被踩爛咗嘅小花，臉上露出難過嘅表情。但係豆豆依然冇留意到，佢繼續橫衝直撞咁跑到操場中間。呢個時候，小猴子毛毛正喺度抱住足球，準備同朋友一齊踢波。豆豆一見到足球，連問都冇問，就一手將足球搶咗過嚟。我都要踢波啊！毛毛同其他小動物都呆咗，大家默默地望住豆豆。呢個時候，兔兔老師慢慢行到豆豆身邊，佢冇嬲，只係輕輕踎低身，望住豆豆講：豆豆，我見你今日由課室跑到操場，真係跑到好似風一樣咁快喎。豆豆得意地揈咗揈佢條尾巴。係啊，因為我要爭取時間玩啊嘛。兔兔老師溫柔咁講。但係你頭先有冇見到有朋友俾你撞到啊？你又有冇發現草地上嘅小野花俾你踩扁咗呢？豆豆眨咗眨隻眼，佢呢個時候先諗返起自己剛才只顧不停咁向前跑，完全冇留意身邊發生嘅事。佢回頭一睇，小狗妍妍正在低住頭，難過咁望住嗰朵小野花，而小猴子毛毛同其他動物睇起上嚟一啲都唔開心啊！豆豆終於明白，原來自己剛才太心急、太衝動啦。兔兔老師輕輕咁摸摸佢個頭，溫柔咁講：有時候，當我哋太急住做一件事，或者會忽略身邊嘅人同埋周圍發生嘅事，甚至影響咗人哋，我哋都唔知。所以，每當我哋心急嘅時候，要先停一停，用耳仔聽一聽，用眼睛望一望，因為每個朋友都有自己嘅感受。
如果唔小心撞到人哋，就要記得同人哋講對唔住啊。如果想同其他人一齊玩，你都要好好先同對方講。豆豆聽咗兔兔老師嘅話，心裏面都覺得十分慚愧。佢行到妍妍身邊，細細聲同佢講：對唔住啊，妍妍，我頭先冇睇到小花啊。跟住佢又將足球還返畀毛毛，並且同大家道歉。從嗰日開始，豆豆唔再好似一支箭咁橫衝直撞。每次佢諗到想做嘅事情之前，佢都會先停一停，聽一聽，望一望。慢慢地，佢開始學會關心朋友，亦都明白每個人都有感受。大家一齊玩嘅時候，都變得比以前更加開心啦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完啦。而家慢慢合埋對眼，深呼吸一下，等身邊愛你嘅人同星星陪住你瞓覺。晚安啊，小耳朵。